活遊香港壓力應門第4季感性與理性第7集自我解放。我花咗一啲時間先至明白本雅明講嘅神秘主義係咩意思。佢講嘅神秘主義同光怪陸離滿天神佛嘅靈界並冇關係。其實佢指超越現代理性同社會常識，對世事同自然界具嶄新觀察與洞見力嘅意思嘅。今日我哋睇到世界各地一波又一波嘅社運，而香港喺14同19年亦參與其中。移民派對就頒布所謂國安法，正如落筆時秘魯因為年青人抗爭宣布實施緊急法完全一樣。當例外成為常態，即係以緊急法凌駕並取替固有法規，並成為恆常狀態，我哋更加需要本雅明喺說故事的人所提出嘅神秘主義啦。侵蝕我哋感性同理性嘅唔單止係媒體指示，更加係現代自然科學版本嘅理性，以及保障社會功能運作暢順嘅社會常識。所以從呢啲理性同常識嘅規範解放出嚟，係構築有機共同體嘅第一步。更重要，好多年輕朋友叫喊獨立甚至建國係唯一出路。余建一直認為構築有機共同體先至係最激進、急不容緩，當下就可以喺例外成為常態下就進行嘅抗爭。我哋喺本雅明說故事的人特徵裏面，繼續揾到更多嘅啟迪。除咗揚聲喺戰爭機器同虛擬機器下，受眾群被塑造成孤獨嘅觀賞者，感性同理性都被異化，並以詮釋者同講故事者等具體形象自我解咒、實踐抗爭等。更加必須留意，我哋分享故事都係解咒同抗爭嘅手段，而且分享故事大家都可以做到嘅，係咪？除咗上集講到故事具備童話以及傳奇人物等元素之外，本雅明更指向講故事者本身嘅身量。佢首先認為萊斯可夫係具備母性嘅男人。問題係性別問題又同講故事有乜關係呢？萊斯可夫講到一個農夫嘅故事，佢生出嚟就係個雙性人，農夫嘅媽媽當佢係個女咁養大。但係農夫長大後，同時擁有男同女嘅特徵，被視為神人。原因嗰個農夫一方面不受性衝動而縱慾，另一方面又唔係完全禁慾。本雅明評論為一種並冇排除他性嘅特徵，稱之為具母性嘅男人，就係包容、自在、自然而然嘅人，不受個人激情同慾望所奴役嘅人。之前提過，私欲強同性格上明顯有缺陷嘅人，都係派對統戰嘅最佳對象。傅柯都有本書講一個雙性人，指出佢最終由天主教會指定佢嘅性別，唔能夠保有雙性。傅柯當然為咗表述現代權力對人嘅規訓，排拒他性，只能 either or， 不能兼容並蓄 both and。 就好似話非男即女，非左即右 ，X 只能夠代表一個值，唔能夠同時又代表另一個值。包容自然自在嘅性格特徵，唔等於冇判斷力，唔識揚聲或者批判。只要睇下立法會好多人被用完即棄，就清楚極權有幾狹隘、排他同不安。相比之下，我哋要識得平衡一下。再者，我哋可以將說故事者同藝術家嘅觀察力相比擬。中國漫畫先驅豐子愷有咁嘅想法：藝術家所見的世界，可說是一視同仁、平等的世界。藝術家的心對於世間一切事物都給予熱誠的同情。一視同仁、人人平等，都係說故事者所見嘅世界。然而母性嘅視野包含極權所不容嘅幽默感啊！點解有啲政權或者人連一絲人畜無害嘅幽默都容不下呢？當你固執於某啲諗法、意識形態又好，所謂科學原則又好，又或者將一啲睇法同原則提升到至高無上嘅道德高地，真係唔好搞笑啊！萬事都要黑面咁嚴肅處理咯。
既然如此，幽默當然係對付極權嘅利器啦。萊斯可夫有個感悟，佢咁寫：我發覺我的想法建基於生活實作的觀點，遠多於抽象的哲學或是崇高的道德觀。但是我總是慣常地思想與行為一致，知行合一。對具母性嘅男人，好似萊斯可夫嚟講，意思係唔會偽善，唔會眼高手低，或者隨意同人劃清楚河漢界。正如豐子愷所講，對世事抱持熱誠嘅同情、共感嘅同情。話得說回頭，豐子愷又會指出，作為以愛的教育為宗旨嘅藝術家，絕對唔係放縱 anything goes。請留意佢嘅立場係：吾畫既非裝飾，又非讚美，更不可為娛樂，而皆人間不調和相、不歡喜相與不可愛相。獨何如？東坡雲：樂遂詩人無好話。時勢惡劣，針對時弊，提出揚聲係必然嘅，目的並非咒罵人，而係叫人歸於其生之本領，歸服其人生之常情。換句話，目的係恢復人嘅本性同良知啦。本雅明筆下說故事者同藝術家嘅視野同洞見，能夠同神秘主義者等量齊觀，因為佢哋並冇排他嘅傾向。正如克培爾係個實踐決疑論嘅牧者，決疑論 casuist， 意指唔會以簡單而抽象嘅道德原則一刀切咁應用到好多嘅事情。正如今日唔少基督教人士慣常嘅做法啦。相反地，決疑論者會仔細分析同研究有關事件嘅底蘊，既能微觀，更不忘宏觀上嘅關係面，然之後再考量邊啲道德原則最適切用於該事件啊。更重要嘅係，決疑論者唔單止留有一手，唔會堅持佢嘅判斷絕對正確，更加唔害怕極端嘅情況湧現，狂暴咁衝擊人，因而覺得一面倒，絕望無助。當事情好似喺斷崖邊上無可挽救咁墜落之際，決疑論者嘅神秘主義色彩就會發放光芒，傾向認定那無非係狂暴結束嘅一刻，係神妙地甩爛脱險嘅開始。當我哋講緊絕望嘅香港故事，甚至比現時更絕望，我哋仍然唔好排除轉機嘅可能。任何球賽未到最後哨子聲吹響，戰果都可能被逆轉。如果神秘主義同決疑論似乎太阿 Q 嘅話，本雅明又突顯另一類人物，解釋故事同講故事能夠發放嘅能量啊！佢喺說故事的人最後一節引用亞里希評說一位藝術家時咁講：藝術家的觀察幾乎可以達至神秘的深度，那種觀察力足以讓所觀察之物失去名字。由於光影現象早構成非常獨特的系統，呈現非常個別的問題，完全脫離固有知識，又非從某些習俗引申而嚟，反而從一個人的靈魂、眼睛和手協作而創造出嚟嘅實體同價值。那個人生出嚟就能體察到，並在他的內在自我將所觀察之物啟發出嚟。聽落亞里希所講嘅藝術家超凡脫俗，並非常人可及。但係本雅明用意係借題發揮，俾我哋留意到說故事嘅人，就算只係將佢喺香港經歷過最日常嘅生活細節，以微觀同宏觀視點雙管齊下，開闊地不排除其他可能嘅睇法。邊個可以話咁做唔會俾你一個自我解放嘅契機呢？當人用佢嘅靈魂、眼同埋手將面前嘅故事材料加工，好似手工藝嘅工匠，
你會發現唔單止你生活創造而嚟嘅經歷同成就，可以串連成為香港故事不可或缺嘅一環。雖然我哋都只係 little potatoes，唔起眼嘅小樹。小時候住喺大澳，我哋一班細路喺住處同公廁門口之間一條好窄嘅巷仔度踢波，係我有記憶以嚟第一次感到乜嘢係刺激嘅地方。後嚟睇聖經讀相當艱澀嘅文章同書，每當我讀懂讀通一啲道理，往昔踢波嗰種刺激感就重現，鼓勵我繼續努力，包括喺度不斷摸索我嘅故事同聲音。呢個就係小漁村大香港通過遊戲式刺激感而嚟嘅感知啦。何懼門庭狹小，都可以係歷奇香港故事嘅起點。再聚。